好，嗱問一問先啦。嗱咁啊有同學有睇咯，我想問咧，有邊個同學第日有機會咧，即係無論你哋係進入個產業又好啦，或者 AI 時代第日可能咧唔使打工噶啦，但係自己都中意拍嘢喎。有邊個中意做導演㗎？我中意做導演係因為我可以控制嗰啲人做啲乜嘢就做啲乜嘢。哇！可以控制到好多嘢。好啦，我想問下，有邊個透過個鏡頭咧，好似睇咗第二個世界咁樣樣咧？有邊個中意做攝影師？你訪問佢先。我自己嚟講。因為我自己就係因為一個課堂，所以自己都買咗部相機。哦。我覺得攝影師嘅職位就係可以咧喺攝影嗰陣時咧，覺得自己即係同呢個影片仲有好大嘅貢獻，跟住咧喺自己攝影嗰陣時咧，會首先第一個睇到條片噶嘛，就覺得好有自豪嘅感覺。哦，喂，有邊個中意咧表演？我見你唱歌唱得好，哇！原來大部分都幕前喎，哇！呢個小到開心啦，訪問下先。一陣間先啊，先即係輪住講。講嚟聽下先。我中意表演係因為我可以表現出自己，等人見到我嘅另一面。你咧？我中意表演係因為咧，我中意表演係因為咧，我覺得我可以將我自己做得最好嘅嘢去俾人哋睇，同埋可以同埋會覺得好自豪咯。好啦，我想問啦，有邊個同學有感想㗎？話呢個體驗活動本身已經好期待，冇諗過咁好玩啦，比我預期中好玩，N 咁多倍啦，已經可以用代數嚟形容啦。咁呢個有啲感想喎。就經過呢個活動，我覺得原來唔同嘅相機咧係唔同嘅清晰度，佢嗰個比顏效嗰度。係啊，呢個阿歡迎姐，阿欣姐係咪啊？欣姐。我唔係歡迎啫，歡迎啫。首先我知道嘅就呢度。首先學到嗰個點樣拍攝啦，第二就係另外覺得喺表演裏面感到興趣，第三就係呢個真係好溫暖。好啦，最後兩條問題啦，有邊個可以對住鏡頭講一啲心目中想講嘅嘢㗎？最後兩個啦。我之前咧睇 TVB 嗰啲片嘅時候咧，我都覺得 unbelievable， 因為平時拍片咧，我哋都要有個咪，我哋先就可以講得好清楚㗎嘛啲嘢。但係經過今次之後，我先發現點解啲人講嘢可以講得咁清楚。好啦，仲有最後一條問題，最後一個發言機會，冇啦。好，我哋影張大照好唔好啊？